请一向是慈悲，田道公，坤道公，吴讲师好。各位敬爱全贤大德，请坐下。咱地传师咱的顾问，咱的领导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尊敬代表，大家早安。对，讲师早安。非常感谢的提问书点。那首先呢，感谢的咱的老师的帮助，师尊师表两位老大人的代表，和老前人的五代提升，以手大声互比，咱的前人、副前人，咱的领导师的栽培，以及咱在座各位前贤扶持，或许较有这个学习的机会。咱曾经以前有讲准备的，其实好学是咱做汉班，袂晓啦，道理真正做汉难讲的。无要紧，学学个遵照着咱尊敬伊，会甲咱提示甲提醒，努力学习，继续往前行啦吼。好，那各位前贤，咱看步步就知影讲今仔日后学负责学习的讲题，叫做蓦然回首，觉醒时。那什么叫做蓦然回首？蓦然回首的意思其实就是甲咱讲，咱伫人生的洪流当中，一天一天的减少，生命一日一日的消费，然后咧，咱忽然间回头看，发现讲，这个人生必须要去觉察，必须要去感悟。好，那或许进入了咱前言。前言，各位前贤看的紫砂壶吼，好，其实啊，这嘛是要申诉一个故事。那以前咧，有一个员外，员外就做有钱的人嘛吼。这个员外伊做爱做布施，嘛做爱啉茶，所以咧，伊就伫因家门口用一个茶水亭。那当然咧，茶水亭啊。